主后2022年6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独甲基督连结。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13节到19节。恁以前因为犯罪搁肉体无受割礼，已经死。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搁活。上帝有赦免咱一切的罪过，撤销对咱不利搁有法律效力的照据，甲伊钉伫十字架顶，互伊失效。上帝有解除灵界统领者甲掌权者的关系，互因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战犯示众。所以毋通伫饮食、守节期、初一，也是安息日的问题，互人批判。这个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，基督才是实体。毋通受遐个故意假谦卑、拜天使的人影响，互恁失去应得的报赏。遐个人倚靠幻想，照人的想法，无根无据，自夸自大。甲头基督断绝关系，对即个头全身躯得到营养，筋甲节互相连接，照上帝的旨意成长。保罗鼓励歌罗西信徒对照从前甲现今的境况，过去所欠的性命罪责，呾伫基督内面，拢一笔勾销。现今的境况，保罗用一种图像来形容：上帝有解除灵界统领者甲掌权者的关系，互因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战犯示众。伫罗马时代，当战争结束，胜利军会俘虏战败的敌人，互因行伫胜利队伍后面，来展示因的军力。保罗引用即种图像指出，基督已经制服灵界和空中的掌权者，将因放伫游行队伍后面公开示众。保罗对歌罗西的外邦信徒讲：既然已经信主，就无应该搁受到犹太人关系临者、节期、安息日的律例束缚，这个拢是将来代志的影。独独只有基督才是永远的实体。所以，当咱伫基督内面，就毋通互遐个坚持有特殊远见、条底个假谦卑、崇拜天使的人骗甲戆戆说。崇拜天使的人，可能只向天使敬拜，也是对着天使敬拜神明的人。这是指当时神秘宗教的经验。若假使军队遐个神秘宗教落尾伫生命竞赛场的报赏，就会受上帝取消。伫古代，人认为头是身躯上重要的器官，所以保罗将耶稣基督譬如做教会的头，点出一切偏离基督的信仰甲生活，拘束伫临者、节期，甚至追求拜天使的神秘经验，拢应该弃绝。独独只有连结伫元首耶稣基督，才会照着上帝的心意，长代成熟。20几年前，当哈利波特流行全球的时，未少教会因为迄本册的内容涉及巫师、魔法
甲伊看做是禁册。有人认为言语有真大诶气力，就亲像基督徒诚心祈求上帝，就会得到应允。所以，人若照着哈利波特中间诶咒语念出来，灵界掌权者也会对你做代志。其中影响上深诶是囡仔，因可能照念咒语卷入黑暗世界。总是，即种过度高举语言诶气力，通扯动上帝驱动撒旦诶讲法，并毋是基督教诶观点。圣经明明指出，上帝甲撒旦拢是有独立思考诶存有。不过，撒旦受上帝诶统管，上帝也因为听甲公义等等遮诶属性，拢毋是通用咒语，也是祈祷就会当驱使诶。踮伫充满宗教禁区甲传说诶台湾，咱伫大众媒体推波助澜下面，真容易会接到算命、星象、风水等诶信息，甚至教育界也流行先知有言、方言祈祷、异地复兴特会等等，这个拢会互人误解。掠做灵界也是空中掌权者诶势力庞大，总是保罗早就提醒信徒毋通受骗，无需要惊惶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解除因诶关系，只要甲主耶稣基督连结，咱就会得到通照上帝旨意成长永驻。默想，我诶生命要安怎甲主耶稣连结？我诶性命要安怎甲主耶稣连结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这个世间虽然有灵界甲空中掌权者，毋过我深知，只要甲你连结，我就无需要惊惶。因为你已经伫十字架顶解除遐个灵界执政者甲掌权者诶关系，奉主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心灵拢勇健平安。